立法會大樓案，其中6個人提堂獲准保釋，但係唔可以進入立法會300米範圍內。立法會否決用特權法查梁振英持有 DTZ 日本公司股權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解散眾議院，準備提早大選。各位，星期三衝擊立法會事件，警方到而家拉咗10幾個人，其中6個人今朝早提堂，涉嫌刑事毀壞同埋襲警。案件押後到出年1月再提訊。被告保釋期間唔可以進入立法會300米範圍裏邊。6個被告年齡介乎18至到24歲，由警車押送到東區裁判法院。其中4個被告被控刑事毀壞，包括係損壞立法會2道玻璃門、幾幅玻璃牆同埋1道門。另外2個人被控襲警，分別涉及一個男警長同埋一個男警員。全部人暫時無需答辯。控方申請押後案件去到出年嘅1月19號，等警方繼續調查，包括係進行指紋比對、揾證人等等。代表被告嘅律師就投訴，其中2個被告落口供嘅時候俾警方引導，1個被告喺現場俾警棍毆打。裁判官批准各被告以1000蚊現金保釋，期間唔可以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同埋大樓300米嘅範圍裏邊，即係包括金鐘地鐵站、西至中環愛丁堡廣場、東至灣仔分域碼頭。事發喺星期三嘅凌晨，一批人用鐵馬撞爛立法會大樓嘅玻璃門，1個人一度入咗立法會，之後離開。亦都有人破壞石牆，並且拆離玻璃門。警方到場施放胡椒噴霧，清潔秩序，事件擾攘至到清晨結束。另外，警方凌晨喺牛頭角再拉多1個人，涉嫌同衝擊立法會嘅事件有關。被捕嘅男人40歲，姓張，涉嫌刑事毀壞。據了解，佢係熱血公民嘅成員，本身係網台節目主持，涉嫌喺星期三嘅凌晨一度穿過打爛嘅玻璃門入到立法會。立法會否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有冇申報過持有一間公司嘅日本股權，同埋同佢履行特首職務有冇利益衝突。動議由工黨嘅何秀蘭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梁振英係咪持有日本公司 DTZ Japan 股權，有冇利益衝突？有議員批評梁振英一直冇親自向立法會解釋。到今日呢，呢個男主角醜聞嘅男主角呢，都仲未排期呢，話幾時嚟立法會呢，係同我哋答辯。佢哋梗係諗住越拖越耐越好啦，丟淡件事嘛。工聯會批評係動議嘅工黨雙重標準。點解工黨即公民作為自詡為代表工人階級收資本家嘅錢，你唔交代啊？20幾年收美國佬嘅錢，你唔澄清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梁振英有按嚴謹嘅規定申報利益，批評泛民指控牽強，話今次已經係5星期內第5次討論事件。我實在係有一啲無奈嘅感覺，但呢個無奈嘅感覺咧係完全因為我見到泛民嘅議員不停地利用 UGL 同埋 DTZ 嘅事件嘗試去打擊行政長官嘅個人誠信。甚至係試圖去衝擊政府行之有效嘅申報制度，從而削弱整個政府嘅管治威信。工黨堅持申報機制唔完善，只係申報佢有一個信託，但係呢個信託後邊係啲乜嘢具體嘅利益？呢啲海外註冊公司或者係代名嘅公司後邊有咩實質利益？公眾係唔知道嘅。呢個制度明顯就係有漏洞。動議喺分組點票下，因為喺功能組別未能取得過半數支持而被否決。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前港督彭定康向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就香港民主發展作證，佢批評香港政府喺佔領行動裏邊未有積極同學生展開對話，化解政治僵局。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舉行聽證會，關注香港民主。
香港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喺英國倫敦透過衛星視像發言，提到本港持續嘅佔領行動。I've really been impressed by these kids standing up for the sort of things we take for granted, bravely, decently. If they were my kids, I'd be really proud of them. 佢認為香港政府唔能夠要警方去補救政治上嘅不足，亦都唔能夠以拖字訣解決問題。And I think it's extremely sad that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hasn't shown any statesmanship in trying to move towards a dialogue with the students. 舉行聽證會嘅委員會上星期亦都提交草案，要求修訂國會喺1992年通過嘅《香港關係法》。法案原本規定美國喺貿易同經濟嘅待遇，將香港同中國區分。修訂除咗提出美國國務院要就香港發展情況恢復提交年度報告之外，亦都要求美國總統喺實施任何香港同中國待遇不同嘅新法律或者協議之前，必須證明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無線電視記者張敬之報導。內地記者高瑜被控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嘅案件喺北京開審，由駐北京記者林彥邦報導。高瑜案喺北京市第3中級人民法院閉門審訊。高瑜嘅其中一個代表律師尚寶軍喺大約9點去到法院。法院外面有大批警員懷便衣警員把守，記者坐嘅車唔可以停留，要立即離開。高瑜今年4月被捕，咁其後中央電視台播出高瑜認罪嘅片段，話佢供稱舊年6月獲得一份機密文件副本之後製成電子版，再提供俾一個境外網站刊登。我認為，我做的是觸及法律，是危害了國家的利益。我這一點做的是非常錯誤的。我是誠心誠意的，接受教訓，而且要認罪。報道話，嗰份文件係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內容列出7條要警惕嘅錯誤思潮，包括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新聞自由等等。事件引發多個媒體轉載。不過高瑜嘅代表律師早前就話，佢係喺受威脅先至會作出認罪嘅證詞。辯方又要求重新鑑定案件涉及嘅文件係咪屬於國家秘密。70歲嘅高瑜曾經2次入獄，包括喺89年發表支持民運文章，同埋為鏡報撰稿，被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監。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林彥邦報導。新疆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普克提因為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佢嘅代表律師李方平話：案件今朝早2審維持原判。李方平質疑當局喺新疆嘅看守所宣判安排係有問題。而且這點我們也提出了質疑，因為是看守所的話不是高級法院的法庭，根據法律規定的話不應該在看守所宣判。伊力哈木說這個判決不公正，而且認為這個判決是踐踏法律。此前我們會見他的時候說，只要是公正的判決，他就要求律師繼續為他申訴，而且提出自己跟法官有分歧。他的孩子的話，2個孩子都很小，一個3歲，一個7歲。他說，以後來監獄探視的話非常遙遠，他希望能夠回到北京執行。李方平話：伊力哈木嘅大哥同埋大嫂都有嚟旁聽。44歲嘅伊力哈木係中央民族大學前講師。烏魯木齊中級法院9月以分裂國家罪判處伊力哈木無期徒刑。新華社話：伊力哈木授課嘅時候，曾經向學生話自己唔係中國人，係維吾爾人。法院又公布多篇認為係煽動民族仇恨嘅文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解散眾議院，準備提早大選。日本內閣上午通過解散眾議院嘅決議後，眾議院舉行全體會議，宣讀日皇詔書，正式解散眾議院。預計日本會提早喺下個月14號大選。共同社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約2/5受訪者支持執政自民黨，比反對黨民主黨高1倍幾，但多達4/4人仍然未有決定。日本自4月增加消費稅後，經濟連續2季負增長。安倍晉三因此決定延遲原定出年再加消費稅嘅計劃，並提前大選，由選民確認佢嘅經濟政策係咪正確。
佢早前話，如果保唔住多數議席，就會辭職。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透過行政命令公布改革移民措施，令到近500萬非法移民受惠。美國總統奧巴馬喺白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佢就任以嚟最重要嘅移民改革方案。新政策主要受惠對象係喺美國居住5年以上、仔女或者配偶係美國公民或者合法居民嘅非法移民。佢哋向政府登記，通過犯罪背景審查並且願意納稅，就可以合法居留3年，同埋可以申請喺當地做嘢，但唔會獲得投票權同埋全面嘅醫療福利。奧巴馬亦都擴大前年推出嘅年輕非法移民計劃，俾2010年之前被父母帶嚟美國嘅非法移民仔女免被驅逐出境。You'll be able to apply to stay in this country temporarily without fear of deportation. You can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and get right with the law. 佢解釋，目前嘅移民制度殘破不全，政府將數以百萬計嘅非法移民遞解出境，唔單止唔可行，更加有違美國人嘅精神。白宮外有大批群眾支持奧巴馬嘅新方案，不過共和黨就不滿奧巴馬繞過國會，透過行政命令強行推動改革移民政策，警告奧巴馬將會面對嚴重後果。目前美國有超過1000萬非法移民，當中拉丁美洲裔佔多數。有分析話，共和黨要喺反對奧巴馬嘅政策同唔得罪拉丁美洲裔選民之間小心行事，以免殃及2016年大選選情。外界普遍認為共和黨唔會對奧巴馬嘅新政策採取極大嘅反制措施。無線電視記者張希明報導。美國紐約州受到新一輪暴風雪吹襲，至少10人死，部分地區嘅積雪厚達2米，陸空交通受阻。連日暴雪，紐約州西部一片白茫茫。重災區水牛城部分地區積雪厚達2米，相當於當地過往1年降雪量。唔少屋頂底受唔住積雪倒冧，救援人員到場搜救被困居民。Have you ever seen it like this? Officials say they're doing it. 路面積雪，公路上數以百計貨車被困，道路要暫時關閉，多班航班取消，學校亦都連續多日停課。受影響嘅仲有運動賽事，足球場埋喺積雪當中，為免影響賽程，當局以時薪10美元聘請居民鏟雪，但考慮到公眾安全，最終仍然決定取消原定星期日舉行嘅美式足球賽事。紐約州州長科莫宣布10個月進入緊急狀態，出動國民警衛軍協助，呼籲民眾減少外出。This is, I believe, the largest deployment of its kind ever. 氣象部門預測寒冷天氣會持續，但週末氣温會回升至攝氏15度左右，並會落雨。唔少居民擔心積雪會急速融化，可能導致河水泛濫等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導。中資興建嘅尼加拉瓜運河預計會喺下個月動工。總部設喺香港嘅中資公司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公司喺尼加拉瓜開記者會，耗資500億美元嘅運河，下個月22號動工去起，全長係278公里，將會貫穿尼加拉瓜湖同埋多條嘅河道，預計5年之內起好。到時會成為第2條穿越中美洲嘅運河，亦都會比巴拿馬運河更長更闊。有反對人士就話，運河係貫穿尼加拉瓜湖，擔心會影響淡水嘅水源同埋生態環境。尼加拉瓜嘅官員就話已經修改部分嘅項目。港股連跌4日之後，今朝早反覆靠穩，恒指上晝高低335億幾。最活躍港股，騰訊控股跌3毫，港交所升1.2，英鎊1.5699，澳元0.8641，歐元1.2552。轉睇港元匯價，美元7.756，日元6.5815，歐元9.7333，英鎊12.174，瑞士法郎8.0948。加元6.8603，澳元6.7016，新西蘭元6.11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78.931。倫敦黃金每安士買賣價1194